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的直播是来祈祷花歌声，从开始带来一首地高乐坛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心肝一直疼，最后一摆也快车，不知心要倒位行。冷冷的风声，淡薄的心影，要来离开无缘的梦啊，心意难舍。阵阵酸人疼，为何阮的目屎流袂煞？问你啊你心内敢也有我？伤心的夜请知，阮要去行。心肝一直疼，最后一班也快车，不知心要倒位行。冷冷的风声，淡薄的心影，要来离开无缘的梦啊，心意难舍。酸人疼，为何阮的目屎流袂煞？问你啊你心内敢也有我？伤心的夜请知，阮要去行。心意难舍，阵阵。酸人疼，为何阮的目屎流袂煞？问你啊你心内敢也有我？伤心的夜请知，阮要去行。地高乐台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方林，欢迎收看嗨义大破歌声。谢谢。来哦，大家熬早哈，感谢准时收看咱的节目。好啊，我来先来节目一个开始，咱来点一下名字哦，吼。尤大哥、尤大嫂熬早。木火大哥、坤清哥哥，感谢美华姐姐、钟大哥、神叔哥哥、党的你好、梁大哥、芙蓉姐、徐爸爸、徐妈妈、荣华大哥，感谢咱
咱的蔡妈妈、玉玲、佳佳，谢谢婚莲姐啊，顺天哥哥，感谢秋妹姐、兰雨姐姐哈，谢谢梅香姐姐哦，感谢你哈。哦，金华姐啊，你今仔变老早的哦哈，谢谢。哎，秋妹姐好，感谢您哦哈，荣中大哥、木火大哥，来，还有我们的新朋友哦，哦2301。欢迎。哎，啊，我跟你讲，搁有一个2396，这也是新朋友。加入咱这个吉他破歌声一大家庭。谢谢你们2531哈，新朋友吼，你若啊这么一个开始，还是讲咱这个伫咧进行，甲阮拍谱的时阵，阮小姐有看到哦，较等下敲电话甲你问讲，啊这咱住倒位，还是大哥咱住倒位，吼啊甚至甲你留一下姓名，啊另专你若甲我拍谱的时阵，我毋才知影，我毋才我就甲你。祝福。对，这叫做祝福啦吼。好来，谢谢大家哦。人生呢，嘿就敢若亲像一块这个碗共款，哇，吼，会当家装这个山珍海味，也嘛会当家装下做这个呢粗茶淡饭啦。哦，吼，啊，会当做这个倒出着真好的这个酒，也甲一这个白水啦。是啊，嘛会当呢，家放上这个碗。哦，这个汤汤水水的，是啊，不管是这个环境如何变化，健康才是真重要的这个根基啦。哦，当然咯，人讲若无健康的身体，啥物拢总无啊哈，对无？健康是唯一的，就一条路尔。金银财宝身后边遐连啦，遐数字安尼。啊，无健康的身体，你嘛无法度去享用啊。无毋对。是啊，所以讲最近吼，伫咱这个2月19号的时阵，伫婚林基督教病院啊，有举办着一个预防营养不良，啊，伫咧甲你做检查。哦，只要咱是嘿，你甲你做检查，啊，这营养吼，这有专业的营养师，啊，伫咧甲咱一寡民众吼做营养检查，免钱啊，免钱。免费。营养不良，要做个筛检，哦，要这个肌力啦，肌就是肌肉啦，力就是这个力量，这个检测。哎，互你去测试看看，讲，哎呦，你的肌肉是毋有力？哎，你咧扶咧爬时阵，你摕物件握举是毋是有够力咯？是啊。哦，啊，这就是哦，要了解，就讲咱民众对着家己自己你的营养，甲你的肌肉的状况。哦，如果你若是无好的时阵，是毋是爱事先较紧来做营养？哎，预防嘛。对。你预防了后，你若吼营养不良，你若甲提升开的时阵，你的生活品质才会好啊。好，那么长期咧摄取着这个不足的这个营养啊，到底会对咱这个身体造成什么款影响呢？比如讲，营养不足，你可能就会免疫系统嘛会下降啊。人就会较疲劳、较亚身啊。对啊，啊，甚至你的肌肉就无力啊。迄咱人若讲破一个重病了后，哇，讲个正常维修，转来时阵，迄肉拢怎啊裂去？哎呀，无肉。金光马消。是啊。逐工都感觉真疲劳。对，啊，人若疲劳是一定的嘛吼。咱人若无力的时阵，肌肉无去，就会无力，甚至会影响到咱的五脏六腑啊。器官的这个功能。是啊，所以讲，尤其是咱像讲电视机转咱大哥大姐，老班呢？我咧讲，你若营养不良，可能就会加速老化。一年咧加速老的啦。老狗看迄种的啊，甚至会增加一寡慢性病风险。对，听起来呢，这确实呢需要引起到咱的这个重视。对。那么，咱是要如何来确保着咱自己这摄取着会当有够的？这个营养的成分呢？是啊，那个比如讲爱食一寡较新鲜的，新鲜的就讲一寡蔬菜水果啦、五谷类啦，甚至都是优质蛋白。日常的时阵，对，但是有的人呢，有的时都讲，哎呦，我吼都食菜啦，食菜你一寡鱼甲肉你都无食，一寡优质的蛋白你都无法度去摄取啊，要安怎？你就是爱。加上一寡适当营养补给，就是讲，甲你做好啊。你若一工像讲，咱拉咧迄杯就好啊。咱拉咧迄杯内底就是有啊，遐济种30几味的营养元素伫内底。你可能你就无咧食一寡优质蛋白，伊即内底就有蛋白质。伊即内底就有一寡矿物质、一寡综合维他命，甚至E啦。铬啦、钙，这拢总有。如果你若是平常时我着食食当中，我着
饮食啦，我就袂爱食一寡。那施小姐甲接济咯。无爱食一寡吼，安尼五谷杂粮的啦，甚至无爱食一寡鱼鱼肉肉食素的这啊，甚至无方便。我咧讲，你就是安怎，一工爱拉者，安尼就有够啊啦。非常感谢，咱这个谢芳玲小姐分享，各位咱的观众朋友呢，也无论咱迄个生活上，无论安怎无用啦，都唔通忘记咧吼，爱关注着自己的这个营养的这个摄取啦，对，保持着像这个均衡的这个饮食，才会当拥有着像这个健康的身体，迎接着每一天的这个挑战。好来讲到这吼。哇！安尼线顶节目一个开始的时阵，线顶就乒乒叫吼，来楼骹若袂好接，豆瓣斗接者吼。来，阮即马要来进行着，咱即个吼观众朋友讲，吼，这真趣味呢，点歌吼，今仔日吼我挑出来歌曲，好我拢总我有喜意的歌，安尼来帮恁邀请恁哈，咱来点歌吼，来做互动哦嘿。来，今仔安排头一首歌曲哦，港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。啥人在我心内，也孤单也感慨。第二首，行准人的纯情曲。15月15日准备离开琉球港，行准人的纯情曲。哇，线顶阁有手指大哥、庄大姐、罗金大哥、蔡大哥、邱金色啊、金花姐啊，哈，谢谢。来，第三首，梦心歌，想看卖。啥人了解？警察不敢跑出来。第四首，无你较快活。想一个情结束也好啦，他也看你一日一个伴。第五首，看破的爱。想起这个爱是悲惨的爱，茫茫渺渺有消失的爱，凄凉的。来哟，今仔上尾这首哈，南岛夜曲。南岛记深，歌声满家庭。来，以上6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准备，咱来做互动哦。卡咱头前哈，8326-317。8326-317。哎，中华关市直播，我关市加控诉。挑一首《港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》，第二首《行准人的纯情曲》，洪文东大哥你的歌哈。来，第三首《梦心歌》，想看卖。第四首《无你较快活》，第五首《看破的爱》，第六首《南岛夜曲》。来，准备接电话。你好，黄明你好，大哥，老师你好，好，我点第二首哦，好，陈立龙的陈明奇行准人的纯情曲，好，个第六首，好，南岛夜曲哈，夏凯哈，谢谢哦，谢谢，感恩哦，平安哦，来美惠姐，1号到4号的，安尼啊，好，夏凯，今日歌要写来保重哦，哦，谢谢你哦，大家保重，好，甲您大哥讲者哦哈，有听到，好，
来哦，顺天哥哥。当年嗨。无你较快活啦，啊我看破的爱。好，我下凯啊嘿。谢谢你。好，谢谢我们的顺天哥哥，感谢。哎呦，蔡妈妈。哟，两位好。好。点2跟3，谢谢谢谢，保暖喽。哦，谢谢，感谢哈。哎，你好，淑珍姐。喂。你好。 2、4、24。2跟4哦。好，夏凯然，嗨，谢谢淑珍姐。你好，尤大嫂。喂。阿嫂你好啊。老师啊。好。我来点2跟3。2跟3。哦好哦，我夏凯哈。家中人的顺便去甲梦想搞情况买。好的，谢谢阿嫂哈，平安哦嘿。来，叶大姐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好。嘿。要听倒一首。第2首。哦好，夏凯啊，好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哎，徐妈妈你好。哦。啊，徐爸爸呢？哈，来哦，你好。你好。第一条，甘比人性伤心的所在。OK。无问题，我写开啊。嘿。好，平安，坤星哥哥。哎。今仔要听倒一首。2、3。 2跟3哦。哦，我写开啊哈。好，谢谢坤星哥哥哈，平安嘿。来，60妹妹。姐姐，大哥午安，好久没对啊，好，我要点第3首跟第6首。好，我写开。我现在在西周啊，哦，你现在在西周啊呀？好，OK，好，好，拜拜，好。来哟，素娥姐。你好。阿娥姐你好。你好，2号。今仔要2号呀。好，我下开啊嘿。好，平安哦，谢谢。哎呦，淑清姐。你好。家中人的顺便去，较无你较快活。安尼哦，我下开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这是来淑清姐。喂，你好，新朋友你好。我已经无人咧无人接的。有啦，那会使无人接哈。一位服务。这个钟先生。哦，钟先生啦哈。好，你要听倒一首歌？第1首。哦。甲第6首。安尼哦，甲第6首哈。好，我写开哈，钟先生哈。哇，我来你的电话新朋友呢。感谢你准时收看哈，谢谢。大家拢有哦嘿。来保金壮壮哦。我知哈，写开啊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哇，今仔日热线了吼。头一首歌曲，咱先来安排这首叫做《行准人的纯情曲》。老师，你先准备者，我来接者哈。来，台北吴大哥你好。我经过。来，等我者线卡服务来。唔是要点歌啦，要甲咱加油吼。来哦，线卡服务者哈，谢谢。来，先来安排《行准人的纯情曲》这首歌。文东哥哥、蔡妈妈。素贞姐、叶大姐、尤大哥，跟咱的坤星哥哥、宋阿姐、素清阿姐哈，跟咱尤大嫂哈、香山嫂点的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哦。海叫叫声。你敢若咧说了咧？过去一天，船袂离开琉球港，只有船烟白茫茫，全无朋友来相送。满腹忧闷心沉重，也无爱人来一人，坚心。
着伤，无来自旁。生活海面行春花，海水泼来冷甲寒，为着前途来打拼，心爱应该了解我。无情风浪怎袂停？心事一点又一点，困到打拼的人生，将来才有好前程。尊人的纯情曲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先来安排一首歌曲，咱连续着2首歌，对无？咱赶紧过来进行着咱下个阶段哈。来，锁定调音哥哥、红乖姐啊，感谢坤星哥哥哈，谢谢咱钟大哥、苏贞杰、红乖阿姐。哇，今仔日默默的播我声呢。来，2053新朋友，8801新朋友，有大哥、素清姐哈。来，秋妹姐啊，哈，坤星哥哥、幕后大哥，来，恁的播我声拢总共有收到，手字大哥好，好，美华姐哈，来，甲酷酷姐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讲到这吼，拄则甲咱观众朋友来做分享的时候，啊，你有个知影讲，即马时代吼，咧食一寡保养品就好。啊，芳玲啊，咧保养品伫咧食吼，啊，我着一寡慢性处方签的爱食，透早买起来就爱食一枚。啊，我即摆若保养品伫要食的时阵，啊，搁食一枚，会找无芳呢。如果你若找无芳，就拄则咱即个基督宝贝伊营养师吼，就有咧讲，啊，你食一寡营养的物件，啊，你会当泡啊，你像讲拉咧这就好啊，吼，咱即组这拉，你平常时啊，如果你若会使讲，甲拉一杯啊，啊，这内底就营养满满嘛，敢毋是安尼？哦，原则上这下早时啊吼，早顿真重要。对。莫食一寡只油辣辣的，食一寡像这电巧巧的，即款的这，甚至有的佫较咸的，佫食一寡吼，樟园村啊这菜尾无营养。哦，甜啦。对哇，啊你若亲像做这吼，工课都无用啦，伫咧赶上班啦，拉咧都大概差不多几秒钟尔，甲啉落去。伊佫会百忙主感哦。营养的是满满，精气神就饱满。吼，啊精气神也好，头壳就清楚啊。做啥物任何代志拢嘛可以做顺利。吼，下早时啊，讲稍等的是要来读几粒药啊，慢性病啦，对无？啊，都有诶。啊，你嘛袂使空放呢。系啊。啊，你若是讲吼，这先啉者来讲吼，得嚟了，你即马食来你食一寡慢性处方签，安尼就可以哦。效果加倍。对，哦，是。啊，我咧讲吼，泡这些呐有温度，真侪时代讲说啊，我是说啊吼，有买一罐迄啦。哦，啊，都足有效，一届转来拢吃久咯，伤转来。哦，啊，芳玲啊，一工食，2工食吼，食了起鸡母皮呢。我讲啊，先啊起鸡母皮，伊讲啊，都冷，吼，
吼，啊，要过来温就搁麻烦啦。是啊，来，而且拍观众朋友，对，迄这吼，这若甲拉的时阵，哇，这慷慨这就是咱节目用心的所在，吼，互你得到这个营养摄取无大劲的时阵呢，佫你感觉就这个幸福满满的。啊，你迄拉轮啊烧，拉轮啊烧都莫受伤哈，拉轮啊烧，拉轮啊烧。啊，这若讲暗时要拉一杯啊，要困的时阵，加偌好困。有的时阵讲啊，啊那加偌尼好暗顿伤早食，啊，即摆超9点外10点要去困的时阵，我感觉腹肚空空嘞。你若食一寡像这肉的物件，稍等就是讲一车酸了。对啦，啊那就啊你若再甲拉一杯吼，好拉咧，健康就早上你啦哈，迄无健康就走去边仔去啊，嘿，来拉一杯啊，嘿，来，即马呢要准备好啊，要咱观众朋友来邀歌哈，今仔要送你啥？全方位的勇往直前，这个石墨烯的护烯。哦，啊，我这个护烯厉害。你顾咧骹头。我敢甲咱观众朋友讲哦，这是全国哈，为台湾头甲台湾尾，我讲上介强护烯伫遮哒哈。这组护烯搁比吼，伊即马足大的牌子对无？一组爱3000几块，我咧讲吼，咱这个免钱啦，因要送你。啊，又会对啦，条件。比迄搁较官方，好，这呢网状，这透气性有够好的啦，吼，这若热空气伊排出去，所以讲伊袂翕。真侪时段你来咧穿护膝的时阵，惊翕掉的对无？够卡干。袂，无大劲吼，伊这弹性世界好的哈，哦，所以讲你的活动能力，我来讲，你看要凹，吼，要爬楼梯也好，要扶要爬。袂安尼甲你缩真硬，但是嘛袂无硬哦。因为你咧做护膝的时阵吼，伊的指法不同，所以讲你咧扶的时阵吼，伊就有法度安尼甲你 hold 得住，无大劲。你爬开迄个时阵吼，伊自然就搁甲你放松去啊。我讲吼，这叫做电脑设计，360度叫做立体编织，就干那这台机械才有法度尔哈，一体成型的哦。这台机械要600万的哈。我咧讲吼，伊这个指法叫做减震减压处理哦，所以讲你若讲啊，咧跳啦，咧行咧爬楼梯的时阵吼，伊马上有法度甲你释放迄个压力，吼啊，而且咧，佫甲你缩会掉哦吼，迄叫做人体工学啦吼。互你咧行路行真远。听讲啦，观众朋友，这吼，这一组吼，无像讲迄品牌足大，迄间讲爱3000几块，但是呢，这百货公司啦，人伊的标价是2980块，2980块，啊，无送你一卡啦哈，一届爱一箱。箱对对。来，啊，恁会记得哦，吼，等下药歌都有无？嘿，好，佫有保证卡呢，佫有保证卡的呢，石墨烯的保证卡的呢，吼。这个日语歌所改编文学。哦，这个真得意的歌曲，4字哈，4字哦，要来要日本名，都2字尔，2字尔，日本名，日本的歌名2字尔，来看嘛，你知？台语的先4字，哦4字哦，哎，知无？暗是一条生命，亲像挂在一条线，为前途立志生命，为着爱情无生命。有世界情。总是也有一日，人都会归西天。金条的你若生病，
面口无情的人，面口无情的人，明日在目前。日语歌2字，歌名2字，台语歌的时阵呢4字。好来，我继续过来甲带来，有像这个呢怀念的日语、台语金曲以外，我来唱一个中国的江蕙小姐，真受到咱的观众朋友喜爱一首歌曲。来，我来甲演唱这首。伤重，注定爱欠你一世人。心情的起起落落，到底甲何时才轻的完？爱若是不情不愿，难免有分开的时间。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的3冬5冬。但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。的感情无够重，凊彩讲3两句话，就是要换阮的思念。踮在世间走总的人，怎样会爱才算完全？恩恩怨怨，拢是因为爱唔着人。情下了伤重，注定爱欠你一世人。心情的起起落落，到底到何时才轻的完？爱若是不情不愿，难免有分开的时间。不愿相信你我的情分，只有短短的3冬5冬。但讲你心内已经有别人。看阮的感情无够重，凊彩讲3两句话，就想要换阮的思念。踮在世间走总的人，怎样会爱才算完全？恩恩怨怨，拢是因为爱唔着人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4个字，4字吼，来咱观众朋友甲又看卖咧。我即摆现主持烂田村路的隔壁，叫做爱什么人？这首歌曲吼，袂啦，这首歌曲你如果讲，人也伫咧嫁娶吼，绝对唔好客串这首歌曲吼。啊，若无像这个新娘娶入厅，明仔载讨客兄。哦，那安尼时阵，讲啥？嘿，来，我来甲奏一段像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，就要来甲公布这个答案。
非常的抱歉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今日现主持真正节目进行已经来到37分咯。哦吼，速速要来公布答案啦。来，头一首。头一首歌曲的时阵来啊，叫做假情假爱。那暗生一条生命，亲像挂在一条线。啊，那日记的时阵叫做流电。流转哈。好的，来。第二首歌曲的心呢？踮在世间走总的人，怎样会爱才算完全？温温暖暖，拢是因为爱唔着人。好，爱唔着人。安尼，这两首足侪人吼，真诶啊是在头一首卡无开时，第一届卡开时阵，两首总摇着。啊，我跟你讲吼，如果你若头一首咧卡还佫记不上来，但是咧第二首你嘛知影，你甲我讲的时候，我会写2张，我甲你写2张哦，嘿。都2摆中奖。对啦，增加啦吼。好来。伫遮，小等下再来邀请哈一位观众朋友哦，就是咱互咱勇往直前，咱这项石墨烯的护膝。1 2 3 4，勇往直前。勇往直前哈。对。赞哈。好来，讲到遮，互方林来老师来安排下一首歌曲。我互咱观众朋友来遮找一下健康的，因为知影讲这健康足重要。若无健康的身体拄则讲过哈。啥物拢总无，啥物拢总假哈！若人在天堂，讲钱在银行，嘛是时势咧开，绝对毋是咱开袂着哦吼！拼到要死啊，就是对家己较好的哈。来进广告，谢谢。谢谢，来观众朋友啊，你若看过方林的节目，你就知影讲，咱来找体康、找健康、找健康是目前咱市面上卫福部特别批准的特殊营养的哦，这配方啊吼，咱观众朋友，这内底有36种，伊拢总是营养素，所以讲吼，伊这个使用的时阵有真侪时段讲我都食素啊好，甚至呢。我都这也袂使食，迄也袂使食，所以讲你营养伫咧摄取的时阵，你可能你就会欠这项，欠这项，你就袂平均啊，对无？这内底所有欠的，拢总做一解，是安怎？因为真侪时段爱食一寡营养品，甚至爱食一寡你都一寡。药啊啦，慢性病啦，讲处方签一解一枚呢，若要搁食一寡营养品的时阵，搁一枚啦，安尼要安怎食？来，我甲恁讲吼，一包的营养元素，你若是要食保健食品，如果你若是讲爱足济，安尼规气你就是泡一杯就好啊哈。这杯内底就有足济36种营养素，上重要就讲，咱真侪时段拢总安怎，肉拢失去啊。你爱食一寡乳清蛋白，但是有的时段讲佫食落去时阵，都佫2粒啊，对无？来，这内底都有够哦，它是足够量的吼，乳清蛋白，要互咱生肌肉。来，包括你如果当病，甚至讲叫做植物人呐，这特殊营养素都该咧这味才有法度。我你讲唔是一般的就对哇，你看迄外国。来，观众朋友如果你有看到的时阵你有摕到，你就甲看卖啊。这每一包，包括壳仔顶头都有写伊是维生素、矿物质、罐，对讲各罐的也是各啉的，拢总可以。你敢知讲一项营养品，伊要用甲罐，就是讲你倒伫遐。你无法度家己煲的时阵，伊的营养元素爱源要够量，因为你就无法度食饭啊。所以讲，这每一天如果已经无法度食的人呢，伊一天3包，照3顿，安尼伊今仔规天的营养，包括讲或者伊这营养补给，就拢总有够。所以讲，这卫福部才甲咱认证的哦吼，观众朋友。咱这拢总是足用心咧，互咱观众朋友咧甲恁交陪哈。这伫咱的药房，也是讲伫咱这个一寡
安养中心，你们都看得到了哈。包括讲真侪时代讲，我有糖分呢，我足侪物件袂使食呢。吼，这内底我跟你讲哦，这有糖分的人，阮这内底佫加一个铬元素，伊会当甲你清糖，伊会当阻断咱这个吼糖类吸收，伤过量啊了后，伊就甲你排除。所以讲，你咧食这杯的时阵，伊就是咧甲你清糖，就咧保持安怎，你的糖分会当安怎正常。吼，所以讲这是足重要营养元素啊哈。平常时你摄取袂到，这内底拢总有。这一包56公克，阮一箱内底有20包，克一箱多偌济？1120公克。你若是罐仔装的，差不多2罐济，哦，2罐济对无？来，观众朋友啊，为什么要用一包一包的？伊有一包一包，互你安怎方便早出门。你今仔要后生查某囝遐，你要楼顶，你要楼骹，你就摕一包就好。你免规安摕来摕去，有当时佫车倒去对无？伊要互你方便出门的哈。你像讲咱收金这啊，去后生遐住10天，伊就摕10包，摕10包。伊讲早起时啊吼，毋免佫叫阮新妇穿早餐啊啦，我家己来泡一杯啊就好啊，安尼有方便无吼？来，一箱伫外口伫咧卖的时阵，就是2000块。我咧讲，你去药房。甚至你伫安养院，伫咱一个照护中心遐啊吼，你拢总看会到的哈，就是这盒2000块。伫咱的节目，因为要来推广，互咱真侪时代，你平常时食袂到遮尔好的啦，吼，营养补给佫遮尔完全的，所以讲咱今仔甲咱买2盒，一盒2000对无？2盒的话呢，咱优待价格都是2500块，2500块哦，1250块。来哦，您注意听哈，真侪时代过年过来时阵，哎哟，安尼哪一个过年吼，一个无用的吼，说人全消散落吧，落去啊，无够对无？来，今仔日你即马吼，要互你营养补给的吼，毋是大哥买，也是讲阿嫂买哈，恁今仔买顿的时阵，2个阿某同齐食。电话若卡通的时阵，来我今仔哦，2500块2盒对无？是。我们再加嘛，搁加一盒。得订3盒。3盒无？3盒2500块。来，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，上介厉害哦吼，上介厉害哈，可以让你长肌肉哦。有诶真侪时段，我牛奶伫咧食，哈，食的时阵，哎哟，我都会走便所啊。来，迄就是讲吼，有真侪时段伊体质的关系啦，袂当食一寡牛奶啥。阮这内底吼无哦吼，阮这最主要是乳清蛋白，吼乳清蛋白哈。来，0800815181哦。而且呢，咱这个乳清蛋白哦吼是优质的吼乳清蛋白，会当保护你的肌肉组织，防止咱啊，你即马还未消失去的时阵吼，袂直直落去，袂直直安怎，直直无肉去啊哈。甚至咱内底有啊维生素、矿物质、微量元素、镁、锌、B1， 还有 K 哦，B1哦，拢总有哈哦，综合的维生素哈。这吼特别的啦，观众朋友你甲阮看卖啊哈。这卫福部吼，阿妈挂顶头都写哈，卫福部的哦吼，特别甲咱许可的。来，要买大组的来电话，我即马开始有啊吼，我先接者啦。喂，月圆姐，阿姐哦，买一组吼，好啦，来我卸开哦嘿，好，感谢你哈，好。啊，你知唔知？我知啦，你月圆姐啊，我会知啊，好。啊，冰冻呢？有啊，冰冻是公民街啊吼，好，我卸开哈，来谢谢哈，来啦，阿姐恁骹手哪紧着？我要卖恁大组的啦，来大组的。今仔甲咱出门交代你买大组口，搁较好哦。你注意听哦，3盒2500块啊，对无？我已经送1盒嘛吼。你若甲我买2组大组，2组就是6大箱哦吼。咱这拢总是箱仔装的箱子。你今仔日要甲人分享吼，咱遮大哥大姐吼，要甲人分享的，要去甲人安尼过节的时阵来，吼，这足好的哈。今仔日甲我买2组，我搁加送1盒。安尼多7大盒哦嘿，7大盒偌济啊？5000块，0800815181哦嘿。喂，你好，喂，胡松阿嫂，胡松阿嫂你好哈。
你要大早细早的？细早就好。我下开啊嘿，好，谢谢你啊哈，感谢，谢谢。来，这就是这么方便吼，观众朋友啊，咱这拢种小包装的，吼，所以讲伊拍开的时阵小包装，你今仔要去要出门也好，哦，甚至要去后生查某囝遐搭，哦，要去大两工啊，互你方便早出门哈，袂去弄倒去哦。来，陈竹阿姐你好，要大早细早的。细早，好，细早哈，我下开哦嘿，谢谢阿姐姐啊嘿，好谢谢。来，小端姐，嘿，小端姐要大早细早的，我要大早的，要大早啊！你捌买过啊？有啊，有买过，我要大早的啊。阿姐，我问你，好啉无？泡开是好啉吼。嘿，你啉的时阵气口就好的对无？对啊，我唔知咧等，恁讲佫无就买咯呢。食久啊都无会啊，无会就啊拢迄个，我咧讲吼，拢总甲药房一咧烧抢呢。吼，好啊，我即摆甲你下开大早了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美惠姐。我要细早一早。啊，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阿美惠姐，我下开哈，好，谢谢你，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富雄大哥。啊，我到啦。大早的，富雄大哥捌买过啊啦。那个啊。哈。拜三哦。拜三到吼，好，我下开哦，嘿。好，谢谢富雄大哥哈。是啊。啊，食好到小报哈，爱记得跟人分享哈。其实吼。想要送恁食，对咱做时代有当时啊吼，拢总足好啊。啊，物件若食好，你爱甲人分享对无？啊，分享的时阵，我嘛甲你递好一包一包。你若是去甲亲戚朋友遐亲家亲3斤布啊4斤公啊，你若看伊安尼消散落败的时阵吼，你会使摕2包甲人分享呢，吼，甲人分享哈。来，淑珍姐你好。你好，淑珍姐，要细早的吼。嘿，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谢谢阿姐啊哈，好，感谢淑珍姐哦，嘿，来，感谢，谢谢，吼，都是要互恁分享的。啊，这若是讲好朋友，啊，你著看伊吼，最近较消散落吧，你若安尼买一组来讲吼，有3箱对无？你著摕一箱仔去甲人分享哈，哦，足好的啦，大家欢喜的哈。喂，你好，喂，我要买迄个，吼，找体康哦，吼，找健康的哈。好，啊，你阿姐你要大早细早的？细早的。好，啊，我等下再甲你问主旨，你新朋友哦，嘿，谢谢哈，好来，秀玉姐你好，喂，阿姐你要大早细早的？你会甜无？袂甜，有糖分的人会使食哦，嘿，有糖分的人。臭咖啡无？可以，你可以加5谷杂粮。上细早一早啦。好，我下开哦，嘿，谢谢，好，来，感谢。来，谢谢大家吼。有的时代问讲芳玲啊，恁拿来一杯，我厝内底都有一寡五谷杂粮，有咖啡，吼，有啥物？会使染无？会啦，但会袂使染，可以加，吼，甚至哦，有的观众朋友佫较官方的，有咧哦一寡龟鹿胶啦，你还可以加哦，哦，你那个泡开了啊，加上去，安尼早起时啊。拢总会使，吼，拢总会使哦，吼，啊会记得，哦，会记得哈，拉咧，啊拉入那烧就好，不要太烫，因为吼内底是一寡哦营养元素，莫伤烧，吼，莫伤烧，无伊会影响到啊，吼。好来，感谢新朋友1108，谢谢，也佫有咱179的。这拢是新朋友，拄则芳玲甲恁接电话开的时阵，因为无甲恁问姓名，无甲恁留住址，袂附留哦吼，包括讲1140这，恁会记得，阮小等下若录节目了，小姐若袂附甲恁回，等下江林甲芳玲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哦。有真侪咱来找这新客户吼。对啊，你像讲今仔才看到，你像讲拄则阿姐小端姐就好啊，啊我咧等呢，啊若会等，那我无咧卖，无啊，有当时啊吼，尤其是即种诶。营养元素，它内底减项物件，咱就无法度出货啊，啊，佫遮侪种着，所以讲咧，咱伫过年进前正有卖做一档对无？你看嘛，浪潮大要到3个月时间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我嘛无定定有呢，也没有常常有，但是呢，为着咱观众朋友，你若是讲惊讲我个长会，你嘛会使安那大组靠有业，大组靠有业吼。老师啊，咱来。安排一首歌曲啦，我来到线口到接电话，因为拢新朋友直直开吼。来安排一首，安尼袂赴接电话呢？你若要互我唱吼，来，我先。我唱无紧，你唱。来，好，来要唱倒一首。对啊，看破爱好啦。
哦，是吼。啊，无是爱着你。来，我来唱歌来，吼，小姐豆豆接啦吼，来听一首我歌曲哦嘿。来，啊，如果来，我等下要唱歌嘛，所以讲芳玲就无法度甲恁接电话，你小姐豆豆甲你接，啊，你若要找着芳玲呢，会记得甲小姐交代，等下我录节目一个一个甲恁回电话，安尼好不好？来安排一首《无你较快活》哦，来这首歌曲吼，我看卖。哇，这首歌曲是咱的美惠姐、顺天大哥、素贞姐、素清姐姐哈，谢谢你们哦哈。哦，来，咱叫这导播先倒接者。倒接者哦，你顺节嘛就算哦，感谢，谢谢。你先接来，我先走来。好来。好，谢谢。
好，谢谢。无你较快活。来啦，观众朋友，咱若在时代，尤其是若讲啊去个时势啊遐，也是讲咱家己两个老翁某家己大尔。即马透早爬开，若讲要去叫咱煮糜啦、创啥，里里扣扣，啊那伤过麻烦啊。有当时煮者一嘴啊尔，对无？即马这上方便。甲拉一杯的时阵，营养都有够啊。你甚至讲咱要去运动的时阵，运动转来啊，都身躯啊强强的了后，甲拉一杯，安尼就讲马上甲你快冲，加足有体力，快冲，恢复加足紧。来啉一杯啊哈！来我即马要来邀出一位观众朋友，我嘛爱快冲啊！好，来，这甲我共姓咧，我姓谢啦，我唔姓方哈，方林是我的名，我姓谢，这叫做谢丽红大姐。哎，丢这个金马走落去。谢谢。来，甲我恭喜到咱的谢丽红大姐啊哈！观众朋友，咱小等我录节目了后，工林甲方林拢总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哈。你若讲像咱拄则有一个这1388的我想要问我清楚呢，爱啦，头一届甲我加油的时阵，叫鸟的时阵，若无清楚、无了解，爱问我清楚，对无？甚至嘛有的时阵讲，我当物件叫来的时阵，啥毋知要安怎使用呢？嘛爱问我清楚，对无？我小等录节目了后，工林甲方林拢总线卡2点钟久甲恁做服务哦。恁电话记开，时段定拢总卡毋着来这派出所专线吼。这是拍谱的专线，0800717151，迄支线就是我咧唱歌的时阵咧拍谱的专用的，迄无伫咧接电话，你要掠鸟的时阵，卡迄支无人接，爱这支，0800815181，有815181这支哦，爱这支才对哦，嘿，谢谢。来，祝恁健康。会记得是这支电话哦，是这支电话，相机甲翕开，安尼才袂变。